银千百两，惆怅难言浊酒几回酿。烟雨中小巷回廊，谁抚镜坐盘烟一次回塘。轻骑薄雪须一曲离殇，日翠落许过又何妨？依稀梦枕点亮，看迢迢年华又望见故乡。烟雨沾热杯梨花脏，戏子折袖深深诉过往。石板桥流淌岁月无情试错的仓皇，当年深藏江南的你依旧在心上。莺啼如常我情思量，连得半尺端详过平江。乌篷车摇晃玉兰烟烟波光碎影旁，却再也寻不出那年你莞尔一笑时的模样。好了，经过昨日惨绝人寰的比拼，虽然花满楼总体上是赔了姑娘又搭酒，不过好在结果已经新鲜出炉了。何总，给大伙念一念吧。得嘞，那么我就宣读一下比赛结果啊。惜春12分，夏夏11分，秋玉13分，柳球25分。那么本次比赛胜出的是……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怎么样，打探了消息没有？都是自家人，有话但说无妨。那我可真说了，快说！难道信不与吴越国互不相接触？但愿潍坊案法花满楼如果发现丝一毫的不当之处，就和闽国一起停封花满楼。停封？停封就是歇业的意思。怎么办呢？危言耸听，道听途说，不会真这么严重吧？真的。此事万万不可掉以轻心，我们绝不能让花满楼被停封。这要是真被停封了，我挖了一半的地下工事，岂不是就全白干了？惭愧，惭愧，花满楼这一节我竟然没有算出来，难道我的功力又衰退了？不行，我得仔细算算。天可塌，地可陷，花满楼不能关，士可杀，头可断。没了美酒怎么行？咱们得想想办法，到底是暂时改成镖局掩人耳目，还是暂时歇业停业装修比较好？爹爹你放心，在没有替您收集到足够的证据，在没有为您沉冤昭雪之前，我是死也不会离开花满楼的。此事亦从长计议，我们一定要定一个万全之策，有备无患。哎呀，你们说，万一要是真的被停封了怎么办？到时候姐妹们各奔前程，从此天涯各一方，天涯生死两茫茫，料得年年愁断肠，断送冈，花满楼。停，莫愁，你别说了，我怎么越听越悲啊！看来我得亲自到吴越国、大唐国走一趟，赶紧疏通打点一下关系。花姐走了，我们怎么办呀？就是啊，花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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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就放心去吧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任凭他狂风暴雨、电闪雷鸣，都阻挡不了我们继续将花满楼经营下去的决心。这一包 Q 豆干你带着路上吃，饿了管饱。我走之后，大家要团结一心，一致对外。记住，其他的都不重要，这酒钱可是一文都少不得。我还带走了店里的一些积蓄作为盘缠。从今以后呢，大家就要学习用自己的双手生活了。啊，真的呀？不会吧？
花姐，你居然连一根牙签儿都不放过！我还变卖了店里一些值钱的东西，铜盆、银碗、青瓷杯什么的，能变卖的我都变卖了。你们呢，也不用动什么歪脑筋了，勤勤恳恳干活，踏踏实实赚钱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花姐，你就发进去吧。花姐，在这么危难关键的时刻，你真的忍心就这样卷铺盖走人，扔下无助、孤独、柔弱的我们一走了之吗？花姐，你太狠了。另外，群龙不可一日无首，我走之后，花满楼就交由惜春代为管理，大家一定要好好配合他。花姐放心。好，局管。告辞。花姐，花姐，花姐，再见再见。花姐，你也太狠了吧！最后一个碗都不给我们留下，这下我们真的是一无所有了。花满楼自从开业以来，从来没有顾客盈门的时候。根据我的专业分析判断，是因为我们花满楼从来没有出过像样的规矩。无规矩不成方圆，痛定思痛，我们必须从今天开始改变。我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花满楼进入军营化管理模式。大家不用谢我，为我们花满楼操劳，那都是应该的。全体立正，报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 8。向右转，前步走。哎，都回来！我们的目标是没有住，9000不能少，9000不能少，9000不能少。行了，解散，各自回岗位。别怕，干嘛呢？小二。报告，小二到位，程主管有什么吩咐？来一份素食套餐。好。就是你们这儿的馋嘴猴豆干和素肉。好。再来一壶上好的花满楼酒。好，客官，您真识货，点的都是上品。这小二是面瘫吗？小二，到。编号1到4，下楼就位。客官，姑娘们集合完毕，请挑选。这蔬菜和肉类不能放一起，这样不卫生。我这哪有肉啊？这有蟑螂，还有耗子，难道蟑螂和耗子不算肉类吗？算。卫生很关键，只有卫生搞好了，才能有绵绵不绝的客人。你看看这厨房的卫生啊，你都懒成什么样了？不是我，你没有回答的权利，我说什么你就得做什么。回来。抬头，挺胸，收腹，提臀，去吧。哎呀，我的菜！1、2、1、2。
石榴姨子，你看这个口子，这个袖色，你看这个又上了这个色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特别特别好？是呀，石榴姨子，你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买了没？快点，站好！谢春将军，你这唱的又是哪一出啊？开早会，开工之前，我们要先振奋士气。起来呀！我们的目标是9千不能少，9千不能少，9千。好，停！解散之前，我再简单说几点。昨天大家都做得非常好，但是业绩并没有任何提高。我想了很久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只有我们自己管理到位是没有用的，还需要客人的配合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自己做好的同时，也要求客人做好。要求我都写在这儿了。小二、琵琶，在。你们两个在客人进店之前要先做个筛选。哦，好。莫愁，进店之后的要求主要由你来负责实施。解散，开工。衣衫不整整，禁止入内。那就是不让进呗。我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整理完毕，客官里边请。好。携带饮料少于10两者，禁止入内。客官里边请。走路姿势不标准者，禁止入内。我有办法，请。向左向右站。学会了吗？学会了。请。体味过大者，禁止入内。跑步走，1、2、1，1、2、1，立定。客官，请挑选。跑步走。
么货色？这位客官，你想想，所谓站如钟，立如松，哎，行如风，哎，请注意您的坐姿。哎，客官，哎，你坐好。讨厌，酒都不让人喝，走了。石头剪刀布。石头剪刀布。继续。两位客官，我们这里提倡斯文的、高雅的、安静的喝酒方式，请您配合。喝酒还不让划拳了？走，咱换个地方去。走。石头剪刀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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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石头剪刀布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们迟早要饿死了。看来我们要另寻出路了。说不清道不明这纠缠，有几处雨那雪花飘，惶惶中日思浮生半梦，如今我却红尘年了，那雨无情花淡漠年华，岁月流逝，留恋牵挂。你眼角奄奄，有情渐变，无心插，留爱恨难辨。缘来缘去，去不散心呀。过云看透，透不过红纱。踏雪寻遍，寻不见他。踏雪寻遍，寻不见他。白发催人老，多年前种下的情恋，摇摇曳曳，一如你笑颜。你我忘了，你的身影找不到，走过你的心。